我哋都渴望平安，但你有冇諗過，你心裏邊真正相信嘅平安係從邊度而嚟嘅？係嚟自國家嘅強大、制度嘅完善、社會嘅繁榮安定，定還是嚟自神嘅救恩？我哋嚟睇路加福音2章8到14節。當天使向牧羊人宣告福音嗰陣，同時提到耶穌嘅3個頭銜：救主、主、基督。救主係舊約對神耶和華嘅稱呼，但如今卻用喺耶穌身上。主亦都係對神嘅稱呼，表明耶穌擁有同神同等嘅權柄，而基督就係神所應許嘅受膏君王。之後忽然有一大隊天兵天軍出現，一同讚美神，宣告呢句說話：在至高之處榮耀歸於神，在地上平安歸於他所喜悅的人。喺度提到2件事：榮耀同埋平安。榮耀係屬於神嘅，係神喺成就救恩嗰陣彰顯嘅能力；而平安呢個係救恩所帶嚟嘅結果。但呢個平安唔只係外在嘅和平，而係人同神和好嘅關係。但我哋要留意一件好重要嘅事，路加用嚟形容耶穌嘅呢啲用語喺當時嘅世界唔止用喺宗教上，亦都係羅馬帝國用嚟宣揚皇帝嘅成就。喺耶穌降生記載一開始，路加就提到凱撒奧古士都。對羅馬人嚟講，奧古士都唔只係皇帝，佢更加被視為帶嚟和平嘅救世主，甚至有人稱佢為神之降生、和平嘅締造者。而佢嘅出生更被稱為好消息，亦即是係福音。你會發現呢啲嘅用語正正就係路加用嚟形容耶穌嘅。所以當我哋將呢個背景放翻入經文，我哋就會睇到一個好強烈嘅對比。羅馬宣告奧古士都係救世主，係福音嘅中心，但路加卻宣告真正嘅救主係耶穌，真正嘅平安亦都係從耶穌而嚟嘅。因為人心裏嘅不安唔只係嚟自外在環境嘅不穩，更加深入嘅就係人同神嘅關係嘅隔絕所帶嚟嘅失落。所以問題唔只係邊個帶嚟穩定，而係人能唔能夠同神和好。當時嘅羅馬世界，皇帝崇拜已經深入人心，成為主流價值。到咗路加寫作嘅年代，呢種風氣更加嚴重。但路加卻有勇氣將本來用嚟推崇皇帝嘅用語轉用喺耶穌身上，指出真正嘅榮耀唔屬於凱撒，而係屬於神。弟兄姊妹，其實今日我哋嘅處境某程度上都相似。雖然領袖未必自稱為神，但我哋好容易相信平安係從制度、權力甚至成功而嚟嘅。我哋都不知不覺將盼望建立喺呢啲嘅事情上邊，慢慢咁樣，我哋會跟咗主流嘅論述，只睇見國家嘅強大同埋成就，卻忽略咗嗰啲被欺壓、被忽略嘅人嘅需要。所以我哋要問一問自己一個問題：我哋仍然有冇呢個分別嘅能力？我哋係咪願意同主流嗰個價值觀保持距離？忠心咁樣去宣講嗰個顛覆人心嘅福音，因為福音本身就係顛覆性嘅。救主唔係降生喺皇宮裏邊，而係馬槽。第一批見證人唔係宗教領袖，而係牧羊人。神嘅工作往往係出人意外，亦都係挑戰人嘅想象。所以真正嘅平安唔係建立喺外在嘅事物上面，而係建立喺人同神嘅關係之中。因此今日我哋要重新去揾翻呢份勇氣。當主流論述同福音產生衝突嗰陣，我哋仍然要清楚宣告，榮耀唔係屬於任何人同埋制度，而係屬於神。真正嘅平安唔係嚟自外在嘅環境，而係嚟自基督嘅救恩。
我哋一齊祈禱啊！主啊，求你幫助我哋，唔好將盼望放喺世界嘅制度同埋領袖之上，讓我哋喺基督裏邊得着真正嘅平安，並一生榮耀你。奉主耶穌名祈禱，阿門。